首先打開你嘅瀏覽器，揾翻你想下載嘅影片。你見到佢下載掣，佢就揾翻左上角嗰3點，冇落去。揾翻更多工具之後嘅開發人員工具，咁你就會見到開發者主控台。記住要睇翻 Network 分頁，你都可以隨意改主控台嘅位置。跟住播幾秒鐘影片，之後等一陣，等所有嘢都喺主控台入邊撈晒出嚟。之後喺 Mini Filters 嗰條巴度打 MIME 等於 Video， 跟住咗2次 Size 嗰個選項，佢就會顯示最大嘅檔案，你就諗入去，再有擊㗎。之後咁複製，再咁複製網址，跟住開個新分頁，貼上啱啱複製嘅連結。喺 Enter 之前，你應該會見到呢個符號同埋後面有 Range， 記住要刪除呢個符號同埋之後所有嘢。而家就可以下載影片，然後翻去 Drive 嗰個分頁。而家喺 Filter 部分，將 Video 換做 Audio， 跟住照做翻同一樣嘢，複製最大嗰個檔案嘅網址，開個新分頁或者用翻之前嗰個，照之前咁樣刪除嗰個符號同埋 Range 之後所有嘅。而家等所有嘅下載完成。而家開任何一款影片剪接軟件，好似我用緊嘅 CapCut 咁。將影片同音訊匯入，再匯出成新檔案。